美国职篮 NBA 达拉斯独行侠德国籍球星诺维茨基今天正式宣告退休。身为 NBA 史上首位连续21个球季待在同一球队的球员，诺维茨基俨然是 NBA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欧洲球员。40岁的诺维茨基 Dirk Nowitzki 先前对个人职涯是否再延长一季保持开放态度，然而今天独行侠在主场以120-109击败凤凰城太阳后，诺维茨基证实他将高挂球鞋的消息。诺维茨基在独行侠主场美国航空中心 American Airlines Center 感性地告诉球迷，正如你们所料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主场出赛。诺维茨基进一步说，你们跟着我经历了许多起起伏伏。我要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，适时给我鼓励，我心怀感激。生涯总得分超过31000分，高居 NBA 史上第6的诺维茨基表示，他退休后没有离开达拉斯的计划。诺维茨基说，这里就是我的新家。我离开德国超过20年，已经是道地的德州佬。就在身高210公分的诺维茨基进行告别时，球迷不断高呼他的名字：大鸟伯德 （Larry Bird）、厄汉巴克利 （Charles Barkley）、大镖客皮蓬 （Scottie Pippen） 等 NBA 指标性人物也都现身球场，见证送别诺维茨基的这一刻。诺维茨基14度入选明星赛，2007年获颁 NBA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，并于2011年助独行侠拿下队史唯一 NBA 总冠军。他今天在主场告别秀上有本季最高30分表现，上场32分钟还有8篮板、3助攻和1封阻表现。